你要将你教示的话吩咐阮，是爱阮温群遵守。我对当你一切的诫命就无得见效。我要守你的律律，求你毋通一针放杀我。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起伊的所行？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。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该受恶乐的。求你将你的律教示我，你所讲一切的判词，我用嘴唇报用伊。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20首，圣诗第20首。天父上帝踮天顶。咱起立，三甲来吟全首。请咱由咱徛地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启应文第7篇。伫咧圣诗的1007面，启应文第7篇，也是诗篇19篇。我来下这来引。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
即日对迄日讲话，无言无语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报平，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，对天的即边出来，射到迄边。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上主的诫命公正，上主的教示纯洁。敬畏上主着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。啥人话捌家己的错误？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我就诚侪无通指责的人。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。这时，祈祷来请感受祝姊妹。现在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至圣、至尊至圣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有福分受你拣选，成做你的囝儿。你使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必定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，互阮通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坚定阮的信仰，感谢你的慈爱、平安甲恩典伫阮的身上。互阮得到救恩的愿望，天父上帝，求你也保守阮的心灵，当阮犯错的时，会当紧紧反悔的心；伫阮患难中的时，求你坚固阮的心；惊吓中的时，相信有主你甲阮同在；病痛中的，求主的圣手来医治。求你也使互阮时时刻刻通倚靠你，互阮伫生活中来经历你的疼，带领阮行你行的道路。凡事来仰望主。今仔日是妇女的主日，恳求主帮助阮妇女有刚强壮胆，结令阮有敬畏甲谦卑的心志，愿意伫信心、财物、热心上来服侍你。愿你的旨意开启阮的心灵，将你的疼带到阮身边的每一个角落。今仔日阮也要透过陈牧师的正道，求主圣灵引领。陈牧师将你美好的真理来传教予阮，求你予阮有安静的心，听你美好的信息，明白你的话来激励阮，也照着圣灵赐予阮的力量，明白你的真理，予阮的内在生命强壮起来，成做你欢喜的囝儿。阮要掠耶稣基督做阮的模范，荣耀归乎上帝。阮安尼今仔日的敬拜，完全仰望交托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圣经，咱要请朱美玲姊妹来读圣经。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章13节至22节。约翰福音2章13节至22节，我来读。犹太人的搬过节得要到，耶稣上耶路撒冷，伊看到有人伫圣殿的外院得卖牛、羊、粉鸟，嘛有换钱的人得互人换钱。耶稣就用锁仔做边，将牛、羊拢对圣殿赶出去。车刀、钱刀也算
也算因的钱，伊阁对卖粉者的人讲，这个拢搬出去，毋通甲我的爸的厝变做买卖的厝。伊的门徒记伫圣经有记载，上帝啊，我为着你的殿心火热，规个人拢互吞落去。犹太教当局的人反问耶稣：你要用什么新约，甲阮证明你有权做这个代志？耶稣应讲：恁拆毁即间圣殿，3日内我要阁甲伊起起来。因讲：即间圣殿46年久才起好，你3日内就要起起来哦。其实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伊的身躯。伊对世人中国话以后，伊的门徒才记得伊捌安尼讲，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，愿上帝赐福听伊话阁去行的人。这是学乐来请妇女团契，因为学乐的诗歌是活出爱。请牧师进道，牧师要进道的题目是无可能就袂话明白的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声，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主耶稣基督遐来的恩典，阮通伫你的面头前来恭敬敬拜你。阮嘛通开嘴用诗歌来学乐你，
主上帝这是恩典甲福分，特别你得将你的话修饰互阮，你得将你的话就是道，正做肉体来到世间，做阮人的模范，会当互阮学习。当阮要来领受主上帝你的话，救主你的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门，修饰互阮亮光，以及个人的感动，正做阮性命的帮助。阮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伫你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为什么一定爱面对苦难？主耶稣为什么一定爱面对十字架的刑罚？主耶稣为什么一定爱经过死亡？是安那主耶稣必须爱面对这个，因为罪，因为人的罪，因为人犯罪。总是啥物是罪？啥物会是罪？人到底是要安怎知影讲我做这是好，做这毋对？人到底是要安怎知影讲我安怎做，正袂去得罪着上帝？规本圣经拢咧甲咱讲即个答案，就是爱听上帝的话，就是爱听上帝的话。听上帝的话，咱人才有纯真、纯洁的思想，才有正直的行做甲行为，才有公义的判断。当咱人照圣经会当行到安尼程度的时，咱确实真正有活的。咱确实真真正正有确实活的，有真实的生命伫咱的内底。照旧约来讲，犹太人是第一个受上帝要求爱听伊的话的民族。上帝咧引带犹太人的方式，就亲像老爸老母即教是家己的囡仔相共款，教是因啥物会应该做，啥物会不应该做。上帝安尼答应教师，拢是为着免互因好好啊活的。这个教师的话，我相信咱拢知影是旧约或者律法甲诫命。无毋对，虽然律法甲诫命对咱人来讲有真济的限制甲规范，总是这拢是为着要互咱人甲上帝，以及人甲人之间有合宜的关系。因为上帝拯救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必须爱听上帝的话来回应上帝的救恩。在一方面，因为犹太人拢是受上帝的拯救，犹太人的性命拢是属上帝的，所以这10条诫就是去答应讲：既然你的性命属伫上帝，恁若是彼此欺负、彼此伤害，安尼就是伫吞达上帝的救恩。总是咱对旧约历史来看去，犹太人那亲像真无爱听话的囡仔，真无爱听话的囡仔，常常背逆上帝，都常常甲上帝搭喙角。因常常袂记得到底是治罪引带因出埃及，因常常袂记得到底是啥人引带因伫西奈山顶用10条诫来立约。甚至咱看到列王记，看到这个先知书，咱会发现一件代志：犹太人会当讲是故意袂记记。当因故意袂记记的时阵，因就毋免照上帝的话去行，甚至会当找借口讲：阮无听过上帝的话，阮毋知影上帝的话，有上帝的话吗？我毋捌听过。这就是为什么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，耶稣要清起圣殿，选伫搬过节的这个时阵。耶稣要清起圣殿是选伫搬过节。搬过节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日子？搬过节对犹太人来讲是咧纪念上帝引带因的祖先出埃及的日子，甚至带因去到西奈山顶，用10条诫立约做记号的这个日子。
伫西奈山顶，上帝互因10条诫，就是要互因有真实的活命伫因的内底，互因真真正正来活的。咱可能会想讲，上帝引带犹太人出埃及，经过红海，因着活来会当生存，就好了去啊。啥都爱倒去西奈山顶用10条诫互因。因犹太人经过红海，对水起来了后，迄个得救是肉体得救，不过是肉体顶头生。总是经过红海起来了后，因肉体得救了后，因是旷野漂流几冬，40冬是安那？因为因只不过是活在肉体得救，因的内在敢有顶头生，无顶头生，无真实的生命伫因的内底。所以上帝才要互因10条诫，互因听上帝的话来得到真实的生命。总是咱敢有想过讲，清起圣殿这件代志，兼一定爱耶稣来做。上帝会当找遣行洗的约翰来做这件代志啊。上帝嘛当兴起其他的先知来做这件代志啊，兼一定爱耶稣来做。头过咱有讲过，上帝咧引带犹太人的方式，那亲像是做爸母的人，即养饲甲是家己的囡仔相共款。总是咱知影讲，当咱的囡仔还未成熟、还未成年、还未大汉、还未捌代志，进前做毋着代志，做爸母的人敢有需要出来承担？有需要出来承担，不只是讲回家失礼，也不只是责备咱的囡仔。逼迫咱的囡仔尔，上重要的是，咱必须爱做模范，互咱的囡仔看。国语有一句俗语安尼讲：言教不如什么？身教。言教不如身教。用嘴教不如做互人看。不过，真正毋是咧讲上帝话无权威、无气力，毋是咧讲这。真正要强调的是，人真正真软弱。真培育，真逼真，人的心实在真硬。咱若是看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，伊就马上甲咱介绍讲，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。道是啥物？道就是话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就表示代表上帝伊本身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道成肉体的主耶稣，就是上帝用人的形象来到世间，做模范，互人看。总是道成肉体的上帝来到世间，虽然做真济模范，总是对遐个平常时无咧看圣经、无咧阐述上帝的话的人来讲，是无意义的，嘛是看无的。因为因常常只会当看到事件的表面，无法度看到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是啥物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耶稣伫搬过节清起圣殿，就是即讲安尼的代志。这个事件发生伫啥物所在？这个事件发生伫圣殿的外院，毋是发生伫圣殿的内面。毋知咱敢有印象讲诗篇100篇第40个歌词安尼讲，就用俄勒入我的门，就用俄勒安那，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。诗篇100篇第40你讲的即个院，讲的就是即个外院，圣殿的外院。即个圣殿的外院位置是倒位？就是圣殿围墙的门入来了后，一个真旷阔的所在。这个旷阔的区域，毋是要互人用来做生意换钱的所在。这个外院，伊的名称叫做外邦人的院。咱对这个名称会当知影讲，这是外邦人唯一会当伫圣殿内底活动的一个所在。总是咱可能会感觉真冲突、奇怪。犹太人的圣殿，外邦人走入去要创啥？外邦人走入去犹太人的圣殿是要创啥？
迄是因分别做成的所在，啥外邦人会当入去。诗篇117篇，117篇，这个诗篇只有2节，这2节的歌词安怎讲？伊讲万国啊，恁着学了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地，恁着学了耶和华。一个犹太人的诗人，伊既然呼吁万国爱学了耶和华，万百姓爱学了耶和华。犹太人的诗人，即叫上爱学了耶和华，叫外邦人呢？叫外邦人爱学了耶和华呢？上帝拣选犹太人，就是仰望因会当成做外邦人的光，成做外邦人的好的典范。总是要成做外邦人的光，成做人的典范，方法是啥物？就是爱听上帝的话啊！凡事照律法甲诫命来行，互整个犹太民族会当成对上帝国度，会当互外邦人看起这个民族内底充满公义、和平甲喜乐，才通来吸引犹太人来欣赏，想要来明白恁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。煞来会当调起上帝，学了上帝。所以，这外邦人的院功能甲作用，就是一只要互一切归向上帝的外邦人有机会，甲上帝的选民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毋是到新约，耶稣只叫伊的门徒传福音。自旧约时代，上帝敢无要使用伊的选民来传福音予外邦人吗？敢有？总是犹太人家己无正做模范，无正做外邦人的光，无好的款式，所以无见证，无法度传福音。直到后面这外邦人的院充满是啥物？耶稣看起上帝的选民，家己无听话，就准煞。就阻碍人、阻碍外邦人会当来亲近上帝、祈祷上帝这机会。耶稣直接看到这个代志，感觉真可恶。总是耶稣所赶出去的这个代志，咱若是单独来看，有啥物毋对吗？迄时阵犹太人所使用的这个资源是罗马帝国的资源，总是犹太人绝对无可能用罗马帝国的资源摕入去圣殿内底来奉献，犹太人无可能做这种代志，所以将罗马帝国资源换做犹太地区的资源，安尼服务有啥物毋对吗？无毋对啊！即现场将好无瑕疵，佮肥得用的精神卖互你，会当互你通过祭司的检查，奉献互上帝。较赢你对远远的所在带来牛羊，做安尼服务，敢有啥物毋对？嘛无毋对，总是啥耶稣遮尔受气，因为地点毋对啊，态度嘛毋对。这个买卖的人，互整个外邦人的院，变做那些菜市啊，那些市场小共款，吵吵闹闹，甚至太过热闹，根本就是妨害人。无法度来安静祈祷、亲近上帝。多谢肉体的上帝来到世间，看起伊所疼的这个女儿、这个囝儿，既然是安尼的表现，真受气嘛，感觉真见笑。所以多谢肉体的上帝用锁啊当作鞭，将牛羊拢赶出去。都车倒这个换钱人的倒啊，互这个钱压甲规世界。当咱看到耶稣用锁啊当作鞭，将这个物件赶出去，这个人赶出去了后，其实咱会当想到箴言第3章11节到12节。箴言第3章11节到12节安尼讲：我的囝，毋通看轻耶和华的境界，也毋通亚践伊的责备。因为耶和华责备伊所疼的，亲像老爸责备伊所欢喜的囝。
新约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16节到第6节，相同款嘛是引用旧约的话，安尼来解释。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第6节安尼讲：我的囝毋通看轻主的管教，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伊所听的人，逼迫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。无毋对，咱看到这段经节，咱检查会当想象，耶稣伫迄个当下，伊遮的动作，检查真粗鲁，甚至会当讲小可有暴力的倾向。人车刀啊，用鞭打人拍，耶稣的动作真粗鲁，总是刀正肉体上帝，兼毋是将犹太人当作伊所疼的囝儿来看待吗？那安尼，耶稣的行为是为着暴力，还是要为着疼伊的囝儿？就亲像咱现场做爸母的人，那囡仔做毋着代志，你若责备即个修理的事，你是真正要对伊使用暴力吗？还是因为疼你较安尼做？是因为疼你较安尼做？耶稣对遮个未婚教的人讲：遮个拢总搬出去，毋通甲我的爸的厝当作买卖的厝，毋通将我的爸的厝当作买卖的厝。上帝就亲像犹太人的老爸相共款，总是即位疼囝的老爸，为着要教示因。家己来到世间，正做囝儿的形象，亲自做互因看，互因知。圣殿就是爱保持恬静、庄严、神圣，因为安尼，万民才有法度做伙安静来到主的面头前，来祈祷伊、亲近伊。总是当咱看这段圣经的时阵，咱检查嘛会看到一寡真奇妙的代志。其他人实在看无耶稣咧创啥，感觉耶稣真粗鲁。总是门徒看去耶稣这个行动了后，因既然会当主动将耶稣的行动连接到伫圣经的记载，这个门徒所引用的圣经是伫倒落？是伫诗篇69篇，诗篇69篇第9节，伊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为着你的厝。心内亲像火岛，上帝啊！我为着你的厝，心内亲像火岛。咱可能会感觉真奇怪，这个门徒哪遐敖啊？其他人看无耶稣是咧创啥，感觉这个人真粗鲁。结果伊门徒竟然徛伫边啊，都真镇定，都真欣赏，都会当用上帝的话来连接耶稣的行为。是安那？这个门徒有法度做甲安尼？因为门徒相信耶稣，门徒相信耶稣是啥？相信伊是弥赛亚，相信伊是上帝忧歌，相信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伊就是摩西律法册所写以及先知所记载迄位救赎主。因为门徒相信耶稣。所以，因真自然会感觉讲，这位弥赛亚来到世间所做的任何代志，绝对有伊背后的道理。伊做的代志，绝对拢是按照圣经所记载一一即实现。所以，这个门徒真紧看到耶稣做啥物代志，就真紧连接到伫上帝话顶面。总是对这毋信的人来讲，因所看到的，就是外在的行为。所听到的只是表面，停留伫表面的代志。伫现场有一寡人对耶稣讲：“你用啥物款的新约，甲阮证明你有权做遮的代志？你用啥物款的新约来证明你有权做遮的代志？”这人毋是去责备耶稣啦，因只是真好奇，会甲讲：“哦。”
你可以遮尔敢，你可以遮尔敢，你可以敢做即件代志。这个人真好奇啊！因为耶稣做即件代志，啥物意思？耶稣做即件代志，是咧公然挑战犹太当局，是咧公然挑战圣殿的制度，以及祭司群，才会领导的阶级。所以，这个人真想要知影讲，你到底是啥？你到底是啥？你可敢做即件代志？无你显一个生业来证明看卖啊！总是咱想看卖啊！耶稣真正若是顺伊的意，行一个生业，因会有啥物反应？因会有啥物反应？因检察讲：哦，对，真厉害！你是先知，你就是因为先知才有对天内的这个能力。啊，圣殿内底遐个人吼，看了真袂惯势，所以交互你处理一下。敢有可能讲遮个？有。总是咧看圣经的遮个记载，耶稣敢有顺遮个人的话去真正行圣业？耶稣并无顺因的话去行圣业。虽然道成肉体的上帝来到世间，伊的身份甲权柄受到人的挑战，总是人袂因为讲人无相信伊、怀疑伊，伊就无溃烂。上帝对因的回答，嘛是咱国语所讲的答非所问。咱进前可能常常看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会感觉讲耶稣甲因那学去答非所问。因问耶稣这，耶稣大人回答嘿。其实道成肉体的上帝并无答非所问，耶稣无答非所问，只不过是上帝，伊愿意继续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代志。上帝继续要用属灵的赞处来处理属灵的代志。耶稣安那大人回答。耶稣讲：恁拆毁这间圣殿，3日内我要甲因得登起起来。结果，这群唔信耶稣的人，因听到啥？因听到不过是表面字面上的这个意思，因无法度听起这背后属灵的意涵。因若无去想讲，啥啦？耶稣讲因拆毁这间圣殿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因只不过是照平常时搬过节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一只来准备庆祝。伊嘛真习惯这外邦人的院吵吵闹闹，有人一下化价，有人一下做生意，甚至有人一下冤家。因真习惯啊，搬过节就是爱这么闹热啊。外邦人的院就是爱安尼客啊，有啥物唔对？阮也无做啥物拆毁的动作啊。因对上帝来讲，对耶稣来讲，唔对的代志，因一定做久啊，一定习惯啊，所以无感觉。因听无耶稣讲的话，因听无耶稣讲的话，所以回答耶稣讲：这间圣殿46天较起来，你3日内就要来登起来吗？总是耶稣伫讲的，讲是真正这间建筑物。耶稣无伫行伊讲建筑物的问题，耶稣讲的是啥物？耶稣讲的是恁这犹太人已经互圣殿失去伊的功能，恁这犹太人一定无法度互圣殿成做敬拜的所在，无一个会当互人安静祈祷上帝、亲近上帝，无一个所在会当安尼。若一间圣殿失去伊的功能，若安尼？甲将伊拆毁有啥物无共？圣殿失去功能，甲将伊拆毁有啥物无共？总是一未来，当主耶稣对死搁活了后，相信耶稣的人要通过耶稣的牺牲，所得到的这个恩典，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向上帝祈祷，亲近上帝。这就是耶稣后壁所讲的3日后要登起来。当然，耶稣一只嘛是伫预言伊的受难，伊身躯会受拍破，要来流出宝血，经历死亡，然来受埋葬。第3日安怎？
搁活。当然，头我牧师讲的这个信仰的财物知识，对咱现代基督徒来讲真无稀罕，大人拢嘛会晓背。主耶稣爱受难、爱死、爱受埋葬，3日搁活，无稀罕。咱嘛会当对保罗的批信，看去基督论、圣灵论，也是讲教会论，来明白即句话是啥物。甚至约翰福音的作者嘛，甲咱说明，耶稣讲的圣殿指的是伊的身躯，咱拢明白。总是咱来想象，对当时在场的人来讲，包括门徒，因讲听有，因绝对听无，因一定爱等到主耶稣基督搁活了后，相信伊的人才会当明白即个道理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明白即个道理的目的是啥物？明白即个道理的目的是啥物？只是要知影尔吗？只是要知影尔吗？圣经安尼记载讲，耶稣对世人中搁活了后，伊的门徒正记得伊捌讲安尼讲，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，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。约翰福音，规本约翰福音伫讲的即个信，即个相信，毋是用头壳想，毋是用嘴咧讲，是用行为来实践所信的。必须要用行动来实践即个所信的。当主耶稣搁活了后，伊门徒就相信耶稣真正是旧约圣经所记载、所预言的迄位弥赛亚。搁活的主耶稣来到门徒的面头前，或者门徒不得不来相信耶稣的话。耶稣捌讲过：“我是搁活，是活命。信我的人虽亡死，犹旧会活。现在所有现在得我的人来信我的，永远袂死；要得我的人信伊，就永远袂死。”耶稣讲的搁活有2种赞处，一种是肉体要搁活的时阵，内在人性的顶头生，这是第一种搁活，内在人性的顶头生。另外一种搁活是末日来的时阵，耶稣要审判进前肉体的搁活。总是咱必须爱注意一件代志，咱内在的人性若是无顶头生，伫末日搁活的肉体，就无永远活。内在无顶头生，末日搁活的肉体，就无永远活。所以一定要有内在的顶头生。肉体搁活才有意义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来实践咱所相信的？多谢肉体的上帝，伊清起圣殿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得到活命。因为圣殿若是无恬静、无圣洁，就无法度来祈祷，甚至无法度听到上帝的话，无法度听到上帝的声。人若无上帝的话，就无法度活出真实的生命。所以，咱必须要倚靠主耶稣的神，就是信心，来将咱的生命来破碎，将咱无好的物件来破碎，将遐个歹、上帝无欢喜的物件来甲破碎，都互信心来重新甲咱塑造，互咱的内在会当得到顶头生。这拍破重新塑造的顶头生，就是要治死咱内底所有的遐个歹的，互咱有重新搁活的新的生命。就亲像今仔日经文所写的，耶稣摕鞭，你去到圣殿内底，将所有无属伫圣殿的物件，拢总赶出去，来互圣洁，来互圣殿会当保持清洁。咱若是要有纯真的祈祷，咱就是必须要有完全的安静，无任何的邪情私欲，以及属血气的动机，咱靠法度对上帝有纯真的祈祷。耶稣的门徒
因为看起耶稣的国话，就信伊所讲的话，就相信因若是跟对耶稣，因为福音的缘故来面对苦难甲死亡，因相信，因绝对嘛有国话甲因冤话的这个毋望，因相信，所以因就勇敢跟对主耶稣来传福音，毋惊苦难，毋惊死亡的威胁。总是我要问的是，那安尼，咱现代基督徒要安怎？咱会因为要来做礼拜的过程中间，去互人掠去吗？咱会因为这个信仰，互人攻击、互人压迫吗？咱会因为这个信仰，因为你信耶稣、拜上帝，要处你的性命吗？那安尼，咱到底是要安怎跟对耶稣来面对苦难？咱是要安怎为着这福音来顺道来做见证？就亲像头我所讲的，国我的肉体要有永远我，绝对爱有内在的顶头生。虽然咱现在基督徒肉体未去拄着苦难，未去拄着死亡的威胁，总是咱对咱家己的内在必须爱有苦修的修炼，苦修的操练，苦修的操练。啥物叫做苦修的操练？咱爱通过主耶稣甲信心的帮助，来对付咱家己，来对付咱家己。这个对付家己，就是要来互咱来经历主耶稣的受难相共款。来经历主耶稣伊面对试探、面对引诱、面对攻击的时的迄个感受，咱对付咱家己，嘛当通过安尼，当咱真正倚靠主耶稣基督来得胜的时，当咱真正会当倚靠主耶稣来赢过这个试探，脱离所有罪恶的捆绑的时，到迄个时阵，咱较会真实来明白。啥物会叫做顶头生？啥物会叫做国话？啥物会叫做真实的生命？咱若是无经历过这，咱就毋捌啥物会叫做国话，叫做国话的活命。愿主上帝的神帮助咱，在这个大灾节期，虽然咱肉体未拄着苦难甲威胁，总是咱来对付家己，咱来苦修来操练家己。对付咱的歹，互耶稣摕这个鞭来清气咱内底的圣殿，互咱内底的圣殿会当得到清气，会当无任何的阻碍来祈祷上帝、亲近上帝，都听上帝的话去行，得到真实的生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早前，你就将你的话授诉犹太人，诚做律法甲诫命，遮个有真侪限制甲约束，总是拢是为着因的性命好。主上帝，因为你的疼痛甲恩典，你将你的道成做肉体，来到世间，我做阮的模范。主啊，总是阮必须爱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起你的作为。才会明白你背后要甲阮讲的信息是啥物。愿主你的神帮助阮来对付阮家己，也恳求主耶稣你的神就是信心，来清起阮的心肝，清起阮这个属信心的殿，会当互阮全灵来清起，分别做圣，互阮的祈祷会当无任何的阻碍，互阮来领受主上帝你的话时，会当完全来顺服，都照你的意思来行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愿主上帝，你听阮的祈祷，安尼呼求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93首，圣诗第193首，上帝所赐的活命。
的话，换命的话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所赐我命的话，奥妙圣经奇美，无人捌做予人知做，阮的明明之时，教咱无自己诚心请奉献，请吴秋红、詹月红、王淑芳、王静姊妹来奉献。
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即时来报告的大声，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，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。既若互上帝默示的经，伊有利益伫教师，伫道职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，便便来行朗总的好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5、12到17节，请。就是为互你有智慧，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。既若互上帝默示的经，伊也有利益伫教师，伫道职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，便便来行朗总的好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7节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，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。既若互上帝默示的经，伊有利益伫教师，伫道职，互人归正，引人做义理，互侍上帝的人练达，便便来行朗总的好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尾到17节。咱掀开周报第一页，下周的事奉人员，请咱家己来参阅。第二页，周间所有的聚会以及主日学的课程，甚至教育部的课程，咱三甲来参阅。第三页，教会小组的聚会，咱家己来参阅，就近来到附近的小组来参与聚会。小组教会大岛的事项嘛，请咱大家来参阅。第五页奉献的明细，请咱家己来参阅。若是有订单的，请咱来找当值的中级来更正。消息报告：本主日是妇女团契主日，请兄姐来关心妇女的事工。即时咱来请妇女团契的会长来报告妇女事工。谢大家平安。我来向大家报告咱2018年妇女团契的动向是愿上帝带领咱灵命增长，活出基督，活出健康，活出毋忘。咱即时来看回顾阮2017年妇女团契的聚会的情形。
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这是阮2017年妇女团契的聚会。咱欢迎咱在座25岁以上咱的妇女欢迎咱大家拢来参加咱妇女团契。谢谢。3月份伫月中集，长老是吴传兴，祭司是李碧清，伊是礼拜六，礼拜日的特首是简成。3月份生日的名单，敬请省略。你若名单若是有伫遮的，请你出来，咱来庆祝你的3月份的寿星。林정목、大区美玉、陈听碧莲、陈光新、苏丽美、吴传兴、柯浩南、林春美、裴家豪、张春燕、李明霞、徐依林、陈雪辉、黄文仪、刘生祥、吴秋红、蔡丽凤、陈之玲、穆桂英、赖美莲、杨淑芳、杨淑芬、王丽泰、张怡君、于美莲、张丽珍、陈碧莲、傅其芳、李宏祥、梁志平、刘应宏、刘应浩、何艺林、陈嘉涵、黄丽萍、林哲颖、张敏轩、张正、罗运竹、黄伟霆、吴和谦、冰微笑、刘如欣、任珍妮、陈瑞香、许涵训、陈纯莲、范明燕、
邱于琪、闵韵如、张玉燕。如果你的名单列名若是无伫这个名单内底，你是详细你是3月份呀，邀请你出来，咱做伙来领受祝福。3月份，楼顶有无？请咱做伙来请。啊，无输过啦。今日中昼12:30，伫咧701会议室要召开野外礼拜第1摆传道部甲关怀部联席会议，请部员以及同工来出席参会。下晡1点，伫6楼的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，请行政部的部员来出席。下主日有个。下主日下晡1:30，要伫咧701的会议室召开3月份定期中集会，请中集准时出席。会后要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教会发展委员要伫咧3月17号下晡3点，伫咧701的会议室来召开第10摆的定期会议。教会消息。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，即日起开始接受106年第1学期奖学助学金的申请，到3月25日中昼12点截止。若要申请同学，请伫咧即个时间内来将学校的成绩单、影本以及申请的表格交予各班的老师、团课的副长。辅导来审评，统一交予办公室来收。奖学金已经审查已经有修正吼，伫咧公布迄个公布栏，咱会当去参考。煞接双年若要参加双年高铁机场季节一日游，第3月7早起是。8点要伫教会集合，若要参加的兄弟，请蔡少年姊妹来报名。新德中会双年部北区医学讲座，伫咧3月22号上午10点到1点，地点伫咧咱教会。要邀请李应灿医师来
来讲，主题是双年的魅力、温顺甲健康。请若要参加的，请杨竹华姊妹以及蔡淑莲姊妹来报名。本会定伫咧4月15号来要野外礼拜，地点伫咧甲板山。报名是日期为2月25日开始到3月25日截止。那还未报名的兄弟，请踊跃来报名。那名额有限，干那7台车尔吼。提早报名，若无就是要自己开车去了哈。好，3月18号第1季的舞蹈班授洗班要开课，若要洗礼的兄弟，请到办公室来报名。3月11号截止。其他消息，教会合作社要伫今仔日中昼12点，伫咧701召开合作社理监事会，请理监事来出席参加。另外补充就是伫咧昨昏，咱有开迄个新旧约游中，反应真好吼，有参加的兄弟，因伫遐有得到真侪鼓励。有拢总从迄个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，整个行一件5分钟用口诀，就会当家己记起来。所有的伫咧通过地图甲口诀，从旧约走一届，你会当足清楚的吼。总是你若是错过昨昏的课程，望鼓励你3月17号，阁有一课叫做新约游中。新约游中伫咧3月17号，咱做伙来学习为马太福音以及到启示录，咱来行一届，来游一届，游一届，就会当通过整个创世纪以及到启示录，即个整个拢咧讲耶稣基督。创世纪以及到启示录，安怎讲？望鼓励咱的兄弟拢会当来参加，互咱对圣经有一个真水的拿度。当你咧读圣经的时，会帮助你，搁较入去迄个上帝的话内底。我想以上我补充到，总是牧师来介绍补充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直接做即个介绍以及补充报告。才有第一位。马汉凯弟兄，伊是即个原住民对福音勇敢，一只咱做拍鼓仔来欢迎。汉凯，你台语听有吗？好，我知影。讲台语的啦，哈。正在学。好。那个礼拜6晚上7点有青年礼拜。然后8点有国语礼拜，不过都欢迎你3场都来参加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给汉凯掌声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敢都有人第一届来，无介绍到的，自首当然无做啦吼。抓到抱仔声要加杯。来。敢有？好，无来，咱头有看到即个报告，有开始报名即个野外礼拜。昨牧师主理青年礼拜的时阵，有甲因威胁啦吼，佮叫因智慧型手机摕来爱扫即个 QR code 啦吼。我真踊跃呼吁即个青少年来参加，来，一定报名请举手。报名的哦，好，手放了。等下牧师伫外口，我要挡伫门口，摕这 QR code， 你来等。恁来摕智慧型手机出来，伊甲我扫吼。好啦，毋望咱除了家己参加嘛，邀请咱的厝边、咱的朋友，吼，第一届慕道友做来参与这野外礼拜。好今仔日真特别，大斋这期第3主日，相时嘛是妇女的主日。牧师为着今仔日要讲啥物款的题目甲经文，真伤脑筋吼。到底是要照即个经课表的经文，还是想一个甲妇女有关系？
大斋节期的这经文吼，结果找到其中一段，就是主耶稣行苦路也是伫家时阵，妇女对食壁要哭要啼，啊耶稣去定死了后，因远远看会一下好。我看这段经文有够叮当的吼，所以就无选这段，照常用经课表的来准备来分享。咱今仔日咱嘛看去讲咱的妇女真正有一只真好的这个表现甲服侍，咱请因起立好无？咱大家鼓励，大家拍鼓啊！好，请坐。所以咱在座各位男性，这个就是咱成功背后的原因啦，吼，安尼知影无？吼，咱查甫人是用啥货造成的？土嘛。查某人咧，捌咱的骨做的啦，吼。所以来顺服咱啦，吼。好，头寡牧师嘛问，无顶悬的厨房应该是兄弟咧煮吧？因讲无嘛是妇女之主啦，吼。所以起立，大因感谢，大因拍鼓啊，因真正真辛苦。咱做一届鼓啊声互因。望咱继续来关心以及参与这个妇女妇女团体这个事工。头我嘛有听到25岁，这奇怪哪少年吼，25岁以上就让来参与这个妇女团体。好，牧师只做补充的报告。好，这是咱来上映191首，上映191首。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，你的话却是阮日目炷下手，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，你的话却是阮脚世间真讲你有光所红，阮对你愿就会行伫光明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，你的话宣扬主耶稣的仁爱，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，你的话宣扬主耶稣的仁爱。世间真讲你是我名名了，是阮一切快乐时光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请牧师来祝祷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，甲阮每一个人三个伫地。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会当常常听你的话，搁照你的话去行。愿主耶稣你的神来清起阮的心肝，互阮每一个人成做清洁、分别做成的圣殿，通常常向你祈祷，有好的行达，
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祝歌灭倒行平安嘞。请坐，田乐灭倒。现在咱三个起立，互相请安，讲上帝听你，愿意的话，加做你的快乐。